收听11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思倩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尼希米记4章1到12节，难题中的出路，祷告交托。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使命，领受意向，并且照着去行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会一帆风顺，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箴言15章29节这样说道：上主垂听正直人的祷告，他不理会邪恶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尼希米，当他们奋勇要为主，要为己，要为整个以色列人的群体，要在那里重建城墙的时候，这时候遇到的难题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一个接着一个。在这些许多的障碍物里面，有一位美国演员，他叫杰克巴尔，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生命。他说，回想过去，我的生命就像是一场大型的障碍赛，其实我就是最主要的障碍物。我们的人生总会遇到一些难题，如同尼希米遇到的，或许他遇到的是国事，但是在家中也是有什么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但是我们或许换个方向来思想，来思考，如果我没有了难题，这个我没有了难题，那我人生中还有什么难的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一波又一波的难题。首先是这个参巴拉，就是一开始就反对尼希米他们回去重建城墙的撒玛利亚省长，是一个有势力的人哦，而且他还连同了隔壁的亚门人多比亚，而且不只是他，东西南北全部都找齐了，南部的这个阿拉伯人，然后西部的这个亚实突人，找了他们东西南北要怎么样呢？要来困住尼希米，并且真的是从这个贬低开始，让他们的内心有了一些动荡，有了一些好像告诉你说你做这不好啦，你怎么会想这样做呢？100多年前都没盖起来，怎么会在你手上盖起来呢？你原来也不是做建筑的你只是一个酒政虽然你有王的谕令当他们有这样的话去讲的时候，对尼希米来说，或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正面对到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真的当别人用贬低的话、藐视的话，甚至说出一些现在的确是事实，但未来不知道会不会改变的事，对我们的心里面来说，可能会有那些情绪，愤怒失望失落或是自卑真的是会出现这些情绪。然而这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者是说，这个敌人真的是东西南北这个4个面向都真的就实在的出现在你的眼前，我们听见，我们看见这些难题真实发生的时候，尼希米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因为他知道祷告才有办法帮助他聚焦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不是因为人的言语好像为你带来好处，好像为你带来坏处，所以决定要这样做或不这样做。他选择，他把他自己真实的疑难，我们看见他跟上帝的对话当中真的是很真实，将他那个心里面的失落，心里面的生气，将这样的情绪交托给上帝。在这当中，我们真的是学到一个功课，有很多时候就像祷告这首诗歌所说的，我心里面有很多我无法对人说，甚至我对人说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甚至我对人说的时候，好像表达我是一个不合上帝心意的人。有时候人会害怕这样的一个误会，会压抑自己，但是到上帝的面前，真的是很真实的心境，就把自己那生命里面很真实的情绪向上帝来讲。而当我们在这难题当中，
若是我们的出口是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有了出路，甚至我们的生命就有出路了。而且不是祷告之后就没事咯。我们看见尼西米当他祷告之后，他依然专注回到他所领受的使命，继续在他的使命上来努力，并且领受上帝的智慧，知道如何来应对。对于听见这些藐视他们的人，他所做的就是继续专注他要做的工作。而接下来呢，看见这些东西南北这些敌对势力他们出现，甚至他们好像就真的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看着你该怎么办的时候，尼西米所做的是，他就在人群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他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到明天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见，他鼓励弟兄姐妹要专注上帝，要祷告上帝，要交托上帝，而且要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且在我们应该做的事上面，我们要有所界限，而不是让敌人或者是对手不断的来这种亲蒙打吼，继续的来进攻，好像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就在这当中被消耗。其实很多时候人生的难题真的是这样，当我们专注在那使我们有盼望的，我们就自然会将眼光不是专注在那些难题上。然而那些难题是真实的，甚至是事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是我们要来想，我常常是用什么眼光来面对这些事情呢？我是以很难啊很难啊的眼光来看，还是我是以上主你怎么看？上主你该叫我停我就停，你叫我走我就走，而不是用困难来决定我们前进的速度或是方向。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箴言15章29节说，上主垂听正直人的祷告，他不理会邪恶人。在这其中，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目所看到真实的困难，甚至我们真的在面对，即使是我们自己这群人当中，有些人身心俱疲，觉得疲惫。但是要记得这句话，上主垂听正直人的祷告。我们要去寻求，我们是不是走在公义的路上，是不是走在信实的路上，是不是走在真理的路上。因为上主不理会邪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是垂听正直人祷告的主。主，恳求你真的是来照明我们内心的境况，好叫我们真实在面对人生的困难，甚至是难题，我们真的跨不过去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来领受你够用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更是要宣告，主，你在我们的软弱上使我们刚强，是因为你的同在，因为你的信实看顾我们。主，我们能够有勇气，我们有足够用的恩典继续往前行。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最大的障碍是我们自己，不管是我们的内心，或者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话语真的很有限，但是圣灵你亲自带领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实来寻求你，主啊，愿我们来领受从你来的眼光，更是不停止在眼光，也透过这个眼光有从你来的行动。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饶恕我们的软弱，谢谢你接纳我们的需求。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们的人生总有一些难题，但是主已经在这难题中为我们找到出路，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吧。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